一、二、三、四，甲目屎吞入腹，倔强的心也毋愿放。一段爱，予人拆散，心情折磨。毋知影你心房，敢真正有爱着别人？原本的美满，瞬间就成空。孤单的我，要安怎行？思念太沉重，无眠每一天，要到找无旁。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推荐分享的这首歌是彭正演唱的《英万赶快》。这首歌呢是三立电视《戏说台湾》的片头曲作词作曲是黄承祥，这个原唱呢是彭正彭正呢是黑色旋风郭庭云的老公这一对小夫妻呢都很会唱歌声也真很棒来，今天就介绍这首歌给大家。这是一首 F Myla 的歌曲Myla 是的，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音果然是拉所以确定它是个 Myla 的歌曲就没错了这是个4/4拍子的歌曲，就是一个小节有4拍了来4分音符当做1拍，4分音符新周姐妹款它就是了一个黑色的豆豆，还有一根棍子，这就是4分音符，等于70，是说1分钟有70拍，有多快呢？我们听一下所以这一团这个符号跟数字告诉我们的就是这首歌要唱多高 F Myla要唱多快1分钟有70拍。来，我们来看1、2、3，前面3拍休息，第4拍呢后半拍再下歌，1、2、3。拉嗦拉拉西哆哆西拉西哆西嗦拉嗦拉拉嗦拉拉嗦拉后半拍才下歌拉西哆这里还有一个1拍，所以这个拉西哆的这个哆呢要有一点长来拉嗦拉拉西哆哆西拉西哆西嗦拉嗦，甲目屎吞入腹，倔强的心也毋愿放，吞入腹，吞这个 入 是个闭口音，入腹这后面还要拉长1拍，倔强的心也毋愿放这个犹也记忆犹新的犹这个彭正先生唱的是呀心也毋愿放甲目屎吞落去腹内倔强的心还是不愿意放手了甲目屎吞入腹，倔强的心也毋愿放，咪嗦啦啦西哆西啦嗦啦瑞咪，咪嗦啦啦西哆西啦嗦啦瑞咪。这个降歪折呢虽然是拉瑞咪，但是它有一个转音 C 在这里，西拉瑞咪降歪所以你要把这个，我们等一下唱字的时候要把这个 C 带进来一段爱好咪嗦啦，一段爱予人拆散，心情折要把 C 带进来，折磨一段爱咪嗦啦，一段爱予人拆散，心情折磨。拉西哆哆西拉拉西哆又是后半拍下歌，对不对？哆呢有转音要带进来，呀唔知呀唔知呀呀这个西要带进来，哆西拉后面还有1拍所以这个你心绑还有后面还有1拍，拉西哆哆西拉唔知呀你心绑，哆西拉咪瑞瑞咪西，哆西拉瑞咪瑞瑞咪西，西拉瑞咪瑞还有半拍，然后后半拍呢瑞咪西哆西拉瑞咪瑞瑞咪瑞咪瑞瑞咪西，
哆西啦瑞咪瑞瑞咪西，还从唔知影来。唔知影你身旁，敢真正有爱着别人？敢真正有爱着别人？这里还有半拍哈，来。唔知影你身旁，敢真正有爱着别人？若是哆来哆咪瑞西嗦啦二三，若是哆来哆咪瑞西嗦啦二三，原本的美满。B 弯弯要拉长一拍，所以你会听起来会像 A B 弯，对，因为弯后面还有一拍嘛。原本的美满，瞬间就成空，瞬间一个久啦一瞬间原本的美满，瞬间就成空。唱到这里主歌就唱完了。来，我们来把主歌连起来。来，1、2、3，光夹目屎，对不对？这个3、1、2、3，然后要一下才夹目屎来，1、2、3，夹目屎吞一把，曲强的心险远放，一段爱予人听散，心真折磨。唔知影你身旁，敢真正有爱着别人？原本的美满，瞬间就成空。空，请要记得收尾音。空，哆来咪啦，哆西西啦嗦啦嗦来咪来，来高段。哆来咪啦，哆西西啦嗦啦嗦来咪来，哆西跟嗦啦都有附点，要按思念孤单的我，要安怎行思念太沉重？思念要闭口，太沉重也是个闭口音来，孤单的我，要安怎行思念太沉重？拉咪瑞哆瑞，发咪瑞发瑞咪，拉咪瑞哆瑞。发咪瑞发瑞咪，无咪每一天要哭找无芳，要哭找无芳了哈，我们说是见缝插针他这个是想哭都找不到缝可以哭了哈，实在是欲哭无泪了哈。无咪每一天要哭找无芳。胖，请要这个长音呢，请都要收尾音要胖的尾音是什么？来，我们把这个字长长的念胖，所以它尾音就是来，无咪每一天要哭找无芳，哆来咪啦，哆西西啦嗦啦嗦来咪来。哆来咪啦，哆西西啦嗦啦嗦来咪来，来，伤心的话，拢先莫还，请时间帮忙。有没有发现这个拢先跟这个请时间这样请时都有附点请要注意。伤人的话，拢先莫还，莫请时间帮忙。搁一摆来，伤人的话，拢先莫还，请时间帮忙。搁一摆来，伤人的话，拢先莫还，请时间帮忙。咪瑞哆啦哆瑞咪瑞咪瑞嗦哆啦。这个我上爱的迄个人，请时间帮忙，这个忙有一拍棒所以这个我呢，我上爱的迄人，爱这个我上所变成后半拍啦。咪瑞哆啦哆瑞咪瑞咪瑞嗦哆啦，这边呢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咪瑞咪瑞哆啦哆瑞咪瑞哆瑞咪瑞。哆瑞咪瑞这个瑞呢，郎哈有附点，所以这后面这个音万港贯的这个咪就很短啊。哆瑞咪瑞咪瑞嗦哆啦，来，咪瑞哆啦哆瑞咪瑞咪瑞嗦哆啦，来。哆瑞咪这个是一个切分音，两头短，中间长啊。那这个我们要唱呢，怎么样唱呢？哆瑞咪，哆瑞咪，哎，我们把后面也连起来。哆瑞咪瑞咪瑞嗦哆啦，哎，好，我们来念字来用念的。我上爱的迄个人，永远同款。我上爱的迄个人，永远同款。好，我们用唱的。我上爱的迄个人，迄个人，这里还有一个咪，有没有？我上爱的迄个人，永远同款。我上爱的迄个人，永远同款。我们唱到这里呢，第一遍就唱完了。接下来间奏7小节，1、2、3、4、5、6、7、对不起，1、2、3、4、2、2、3、4，要到7、2、3、4，然后接下来后面第18小节1、2、3，嘎巴塞，好熟哦哈，拉手，对，来，没错，你很熟啊。这个我们就是要从头来反复了哈。所以第二遍呢第二遍这里。第一遍唱到这里音万港宽，间奏7小节，然后1、2、3，嘎巴塞就反复又继续唱。上人的话拢成卖还，请时间帮忙。我上爱的迄个人，永远港来请跳高帽子2在这里，宽1、2、3，高端高端的这里呢，还有一个这个 S 画一条线，点2点的符号。这个符号我们叫它蛇钮，蛇钮呢有一个特性，你看到这个符号呢，请往前面去找另一个蛇钮的家，然后继续往后面唱。这不就副歌吗？对，你看这里高端，这里也高端，对，所以第二次呢，宽2、3、4、5、6、7，高端的我要安怎行？继续唱歌。对，英万港来又看到另一个符号凸扣打，一个圆圆的在一个十字架，看起来像乌龟一样。对我们都叫它乌龟。凸扣打，扣打在哪里？往后面去找扣打在哪里？在这里所以第3遍呢这个第2遍反复接副歌之后呢，唱过讲英万港，请跳这里宽2、3。扩大在哪里？在这里第21小节扩大所以呢，这个最后一次呢我们唱这里。我上爱的迄个人，永远同跳这里，宽2、3，咪瑞哆啦哆，瑞咪咪瑞，咪瑞嗦啦2、3，咪瑞哆啦哆，瑞咪咪瑞。咪瑞嗦啦2、3，所以最后一个音是什么？啦你那过了无美满？这里呢要给大家再说明一下来我们用念的，你那过了无美满？无要长一点，有没有？这里还有半拍。你那过了无美满？你那过了无美满？你若过了无美满？我的不甘2、3，再一次来。我的不甘跟甘都要闭口那这样呢2遍半就唱完了好，刚我们来唱后面的第2段，然后要接后面的半段，然后来从头。甲目屎吞入腹，苦中的心险悬放，一段爱予人拆散，心真切乱。毋知影你心房，敢真正有爱着别人？原本的美满，瞬间就成空。
孤单的我要安怎行思念太沉重，无眠每一工要哭找无芳。伤人的话，拢心爱还请时间帮忙。我上爱的迄个人，永远同款。第二次呢？第二次我们要这里哈，赶快哈，看这个港，然后直接跳这里，然后跳这边有没有？跳第19角节，永远同款，2、3、4、5、6、7。孤单的我要安怎行思念太沉重，无眠每一工要哭找无芳。伤人的话，拢心爱还请时间帮忙。我上爱的迄个人，永远同款。你若过了。你若过了无悲怨，你若过了无悲怨，还记得吗？了跟无要快，对不对？你若过了无悲怨，我会不甘。这个甘，请要记得闭口啊！这就是今天介绍给大家的永远同款，真好听哦，又短短的又很好听哈。来，我们先来去 YouTube 欣赏一下彭真的歌声，再回来练这首歌就更棒更有 feel。好，今天这首永远同款就给大家介绍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